廷一角的扮演者陈丽君老师来到现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有请陈丽君为我们带来《新龙门客栈》的经典选段，掌声欢迎！ 谢谢，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绎。我们看到文化是一种力量，它能够让我们更好的